这华航伫短短一礼拜内，有9位驶无人机的机师获着新冠病毒。医师黄立民认为，这个长途飞行获着病毒的风险加真悬。退休的技师是讲，这个飞行的工作之所以获着病毒的风险较悬，是因为美国外站防疫的观念较差，而且长途的机队爱过暝、爱冒暝，这拢互因的免疫的机制对咧下降，所以获着病毒的风险嘛来增加。飞行的工作。是真侪人的梦幻职业，会使世界佚佗，薪水嘛袂歹，看起来真请赢。抑过对着新冠疫情了后，这份职业所附加的风险嘛，互人看到啊。华航有9位技术去为着，而且感染源不明，机组人员的风险变成焦点。外站来讲的话，美国相对来讲，他们的防疫的措施跟概念是相对比较薄弱的哈。在旅馆的话，你也不知道上一个客人到底是住谁，那么。房间的清洁人员，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很细心的、尽力的把这个清洁工作做好。美国外站较无防疫观念，大个旅馆冒风险，加上长途的机队靠派出去，飞行的时间长，还佫调整时差，人一个忝，风险佫愈悬。那长程机队大部分会过夜，那甚至会可能休2天或3天，所以他们相对上风险应该是比较高的。黄立民医师嘛表示讲，长途的班机爱过暝，确实有风险。疫情期间，大家拢会惊，进前连续派飞怪现象，嘛互人质疑讲会产生防疫的问题。随着飞行甲疫情相连的个案，飞行员的心理压力嘛真大。遐侪人话着，却是无法度确定讲倒位是感染源，这款的烦恼，互飞行工作更较艰苦。